大家好，我係小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可欣。今日咧，我哋俾大家介紹呢個聯想嘅平板。咁依家咧，我就介紹兩個細嘅 size。第一個咧係最先出嘅一個11寸嘅平板，大家都知㗎啦，因為佢係性價比超高嘅8+128G嘅儲存，係 WiFi 版嚟㗎。不過佢嘅 mon 咧就有2K，同埋咧有4邊喇叭。呢個咧係最大一隻嘅平板，價錢咧就係888蚊，聯想原裝正廠嘅。之後買呢一部嘅話咧，我哋係有送一個皮套同一張 mon 貼幫大家黐好嘅。之後介紹依家最新出嘅一個超薄嘅12.1寸，佢有兩隻版本。第一隻咧係我哋亮面嘅，即係如果大家有啲朋友中意高清啲嘅話咧，就可以揀呢一隻噶啦，好流暢，一樣係8+128G。之後咧再介紹一隻呢個係磨砂面嘅。因為有啲人咧中意防反光啊嗰啲，你睇呢兩隻，一隻咧就係磨砂面，一隻就係靚面嘅。咁兩款咧我哋都有，睇大家自己嘅選擇啦。呢個都係一樣，都係8+128G儲存嘅。之後佢呢個係超薄嘅機身，佢嘅 CPU 咧係天璣6400，同埋呢一隻咧可以裝埋天馬遊戲。之後咧買我哋呢個平板咧有送嗰個滑鼠 keyboard 同埋皮套 mon 貼都有送俾大家嘅。呢個 size 嘅平板咧有好多顏色嘅皮套俾大家揀嘅，有5個顏色。大家介紹一隻聯想最大 size 嘅12.7寸，差唔多有13寸。之前都有介紹過，咁依家重新介紹一下呢，係因為呢啲呢，如果大家唔中意嗰啲喬幫主啊或者其他平板啊，咁首選呢就一定係聯想，因為佢嘅mon啊同埋畫質啊同埋喇叭啊充電嘅速度啊，全部都係原裝正品㗎，所以會靚啲，同埋可以打天馬遊戲啊，可以睇啲開心睇啊電影啊劇集啊，全部都睇晒嘅。咁呢一隻呢，佢係12.7寸，之後呢，一樣係四邊喇叭，同埋佢呢個喇叭呢係 JBL 嘅，大家有睇到呢個係 JBL。佢嘅 mon 呢有3K 嘅畫質解像度。之後咧，大家買我哋呢個平板，我哋有送呢個皮套同埋 mon 貼。如果你要加天馬嘅話咧，我哋有送一疊素材俾大家嘅。大家如果想買手機同埋呢個平板嘅話呢，我哋呢度全部都有嘅，有呢個17嘅呢個平板，呢個係 Panco 嘅牌子嘅，佢呢個係6+128G，唔係嗰啲咩4+32啊、3+32嗰啲呢，呢個全部都係圓角嘅，之後呢黑邊係冇咁粗嘅，大家要認住呢個牌子嚟買呢個平板，呢個可以插 SIM 卡。因為頭先嗰個聯想係冇得插 SIM 卡嘅，呢個就可以插 SIM 卡噶啦。之後 Google 啊、YouTube 都有，全部都係國際版。仲有可以插 SD 卡，之後裏邊咩配件都有，有 keyboard、有滑鼠、有皮套、有嗰啲觸控筆啊，全部都有嘅。之後咧再介紹一下手機，如果大家想買俾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嘅手機咧，就可以買呢啲啦。嗱，呢個是迷你款。呢個是青年款，仲有一個呢個是成人款，呢個超老人款，一家大細全部都有。最 mini 嘅咧就好似一隻手掌咁細。之後咧，除咗呢個17嘅 mini 款，仲有一隻係呢個可以帶翻譯嘅功能。呢一款咧就係帶翻譯功能嘅 mini 手機，就350蚊。之後仲有呢個中 size 嘅，如果大家咧覺得呢個太細，又覺得呢個大嘅咧又太大，就可以買呢隻 size 啱啱好，好似之前蘋果5S 嗰種 size。之後顏色咧全部都係跟翻正品嘅顏色，藍色、橙色同埋白色。之後咧，我哋呢個平板咧有送呢個 keyboard、皮套、充電頭、筆、滑鼠、充電線。同埋咧，我哋呢啲平板啦、手機啦，全部都幫你哋下載嗰啲開心睇。
呢個人係邊個人啊？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叫 mini vlog screen， 因為佢呢個咧就唔需要，佢裏邊係冇電池嘅，佢需要咧用你嘅手機咧係嚟攞電嘅，所以佢呢個冇電池，所以就好薄，超薄。大家睇到未？好薄，比較一下呢一個，呢個係好薄嘅。大家比較一下，所以大家如果係即係拍 video 拍得比較多咧，就建議大家買呢一個啦，因為佢係手機攞電嘅，冇電池，唔需要充電，可以一路用，用到幾多都冇問題。佢呢個咧就係用藍牙嚟控制，如果你要影相嘅話，撳一下呢度就得噶啦，撳一下呢個位就得噶啦。然後之後咧，可恩手上呢一款咧都係一樣，佢係需要撳側邊嘅，撳側邊嘅呢度嚟操控。佢嗰個如果係投射嘅話咧，就需要用手機嗰個投射嚟鏡上頭皮。咁呢一個咧直接駁呢一條線就得㗎啦。兩個價錢都一樣，都係180蚊，睇大家自己嘅選擇。之後俾大家介紹一下呢個最新款嘅 WiFi 蛋。佢嘅功能咧就係、如果咧你出去旅行啊，或者咧係去其他地方啊、街啊，你就可以用呢一嚿嘢啦。因為譬如話你有好多部，即係可能有2、3部手機啦，或者係有幾個朋友一齊出去咧，你就可以通過呢一嚿嘢咧射啲數據出嚟俾大家一齊用。如果係用翻你自己嘅手機嘅話咧，就會使你嘅手機嘥電好快同埋發熱。咁用呢一嚿咧就完全唔會㗎啦。佢呢一個咧就可以即係自由擺卡，大家唔一定需要喺我呢度買卡、綁卡或者係充值啊乜嘅，全部都唔使。你就出去出邊咧買你自己需要嘅流量卡，之後擺入去咧就可以同一時間咧可以同一時間用10部設備一齊連呢一個嘢，都唔會窒唔會卡。佢呢個嘅話咧就擺入去之後就可以直接用㗎啦。佢呢個180蚊。呢一個咧就你擺張卡入去咧，直接擺呢嚿電池就可以用噶啦。之後咧佢充電係 Type C 充電嘅。之後咧俾大家介紹最新款嘅翻譯器。佢點解叫翻譯器咧？因為佢有好多功能。佢除咗可以當翻譯耳機咁樣啊，又可以當翻譯機，又可以當工作用啊，全部都得嘅。我哋介紹第一代呢個咧就係 T1，佢呢一款嘅話咧，佢上網嘅話係兩款都係一樣，144種語言。之後離線嘅話，呢個 T1咧有16種，其中包含咗粵語，仲有同聲傳譯嘅功能。佢依家呢一款咧同聲傳譯係增加咗一個，就算你用屋企50蚊嘅藍牙耳機連到你嘅手機，你都可以即時嘅聽到，即時嘅收到，即係可以當翻譯耳機咁樣用。之後咧離線嘅功能咧就好似翻譯機咁樣啦，之後仲可以拍照翻譯，仲有可以視像通話、語音通話同埋群聊去溝通，全部都可以㗎。如果佢有一個群聊，你嘅朋友加入到嚟咧，有唔同國家嘅，佢哋 send 出去嘅信息咧，你全部收到嘅都係繁體字啊，或者係英文啊，都冇問題。之後呢個3級款咧，大家有睇過之前介紹過啦。呢一個咧，佢就係多咗一個克隆你嘅聲，克隆你把聲咧就可以發出去啲聲，全部都係呢一個嘅話咧，佢就多咗一個克隆聲音，即係佢會摸 AI 你嘅聲音之後咧，發出去全部都係你自己嗰把聲。仲有咧，佢增加咗一個會議記錄，即係如果佢同聲傳譯或者係2個鐘、3個鐘嘅會議咧，全部都可以錄低，之後咧做成文字，同埋有個 PPT 出嚟俾你嘅，即係可以工作用嘅話會方便啲咯。呢個同埋佢呢個咧離線係增加咗26種語言，26種離線語言。佢呢家呢一款 T2S 咧，大家認準呢個型號，呢個係888蚊。之後第一代咧就588蚊。如果大家淨係旅行啊，或者日常同人哋溝通啊，咁你咪普通款就得啦。如果大家想工作用得多啲咧，用得快，用得流暢，就可以買呢一個888蚊呢一隻。
就佢呢4隻翻譯器全部都係終身免費嘅，上邊呢啲功能全部都有晒嘅。仲有下邊全球翻譯嘅語音都有144種，翻譯速度0.5，離線都有16種。